这就是讲这个明镜是色刻啦吼。平德即是明道，平德平等心，正德的心，平等就是自他自他完亲平等，就是讲家己甲伊。也就是讲咱礼敬诸佛，礼敬诸佛毋是正的即个所有过去的诸佛，互咱拜叫做佛。咱在座拢总是佛，叫做头头是道，面面是佛。所以讲呢，咱袂当讲有异格啦。所以讲呢，自他甲完亲，完亲呢，也就是讲伫咱即个世间呢有可能。因了着人事物，其来产生了着即个对立，来产生了着好人甲歹人，